今日同大家介紹一款電動地板沐浴防水升降椅，老人跌倒助起裝置。呢款係多功能浴缸升降椅，產品材質不鏽鋼及 PP 塑料，表面處理係粉末塗層，操作簡單，只需一個按鈕就可以簡單控制上落。提供可折疊式延外支架，配備可拆卸坐墊及防滑吸盤腳墊。加寬的座椅尺寸設計，容許較大的座椅高度調整範圍。IP68 高級別防水，唔需要擔心有觸電問題。加寬滑翼擴展設計，承重能力130公斤，一次充電可用10至15次。包裝裡面有手持控制器、充電器、背板、吸盤底座、吸盤腳墊及使用說明書。產品認證證書包括有 ISO 13485、ISO 9001及 CE 認證，安全可靠。如需訂購，歡迎到我們5部件的官方網頁點擊選購。到貨期需時大概5個工作天。如有疑問，歡迎致電或者 WhatsApp 我們972885515，多謝收看。